今日要介紹嘅單位係位於烏溪沙迎海一座嘅低層醫室，佢係一個3房1套連工人套嘅單位，實用面積係798尺。一打開大門會有一個玄關位，門口嘅右手邊做咗一組鞋櫃。左手邊就係浴室嘅位置，設有旗杆，保留咗發展商嘅交樓標準。門口嘅鞋櫃會一直延伸去到廚房嘅旁邊，上面亦都做咗一組展示櫃。之後嚟到廚房，工作台呈 U 字形設計，設有3個爐頭。裏面有一個工人套房，做咗一張單人床同埋衣櫃，而喺套廁嘅地方亦都做咗收納櫃。喺飯廳嘅左右兩邊亦都做咗儲物櫃。之後同大家行出露台望一望出面嘅景觀。主要都係望返樹林景，向大埔方向會望到少少海景。左手邊會係2間睡房，而右手邊做咗隱藏門，就係主人套房嘅位置。先同大家望一望第一間睡房，做咗一張單人床、床頭櫃同埋一個衣櫃。亦都善用咗窗台嘅位置，做咗收納空間。睡房外連一個工作平台。之後嚟到第2間睡房，做咗單人床、書台、書櫃同埋一個床頭櫃。最後去到主人套房，擺放咗一張雙人床同埋梳妝台，做咗一組到頂嘅衣櫃。床尾嘅位置亦都有收納空間，同埋擺放咗電視。套廁旁邊嘅凹位亦都做咗衣櫃。然之後就係主人套房，保留咗發展商嘅交樓標準，設有浴缸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 Leo，多謝收睇。